我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，现在婚姻没有结成。每次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。真的啊，他们都没本事啊，他们不回来，他们干嘛？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。想走出这个小镇，去闯一闯。我佢咪懂你看阿公都咁樣講啦，喊你留下啦。你係跟你朋友兄弟搞咗螺蛳粉味道一樣的出來，以後你生意覺得也是好找，老老實實的找混飯。先跟我在修复，我还有点想法。现在没有他了，跟我没什么目标。我第一个小孩是8岁半的时候出意外，就永远的失去他了。我外婆已经过世了，等到另一个世界去了，他就干别的去了。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起过一次小夜，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。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给我们有一个允诺，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，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。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，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。我以前爱那过一个女娃娃，喜欢彩炫，所以我就决定从这个了。到毕业还没追上。今天有没有失恋的？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。118号。以前就是说不相信网恋，我们2个也网恋也成功成家了。爱情就是勇敢吧。做10年的人。哎呀，一切都最好的安排。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去旅程认识堂兄弟。我很感谢你，一直以来你这么多照顾我，弟弟有你真的很好。刚认识的时候，第一餐在这里吃的，上高一就开始吃，一直吃到。给他买一套房，让他去那里住，他都不去，他就喜欢这里。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，就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。我需要和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。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。长沙所有的帅哥 SHE。刘德华现在。我最想跟我的老婆一起吃宵夜。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，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，我想和她一起长胖。如果还可以回到小时候，我还想和奶奶在星空底下吃糍粑。就和3、5个朋友一起，就觉得很开心。10年以后，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吃宵夜，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。